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北市的公馆圆环已经开始拆，同时进行着地下道的屯平的工程，所以这个公车就要走平面的道路，甲这个汽机车做伙用这个车道。今仔日是施工后的第一个上班日，就今日造成大塞车。市政府是增派32个员警甲义工指挥交通。 公车经过公馆圆环，袂当阁行地下道，爱甲汽机车同款行平面车道。公馆圆环展开车道的工程了后，今仔日是头一个上班日。早起上班时间，大部分人拢认为交通算正顺。因为现在只有封那个地下道，所以路行的话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，还没什么太大感觉。就惊交通拍结，今仔日市府增派34个员警甲机构。 算咧，现场拢总有43个员警指挥交通。另外，市府也加设号志，加告示牌。为了分流车辆，可以看到在罗斯福路5段以及万盛街口是设置了大客车专用道的号志以及一般车道的号志，也就是让公车先行之后才会轮到一般的车辆。搁对车内角度来看，公车的专用道会先变车顶。市府讲，工程时间是早起5点到半暝12点。 公车专用道号志伫万盛街口提早10秒变青灯，然后18秒变红灯。公馆站的头前是提早15秒变青灯，然后25秒变红灯。虽然无塞车，不过铁道的工程拄啊等到万盛街口四大分布公车站的换新，也是有民众有疑虑。站牌就是比较高啊，所以看得比较出来说这是公车专用道。然后，但是现在那边拆掉了，所以 怕看不出来的话，因为它要从外侧，然后切进来公车专用道，所以怕会比较危险。公车的这个旅行时间也就是行驶时间大概多1分钟啦。好，那这个捷运的部分，我们有初步观察，人数大概有比平常多一些。各界拢正关注公馆圆环铁道的进度，感情将会进入交通的黑暗期。刷了个2个月过工程时间，也考验市府的应变能力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